民众欢喜地抽出属于家己的5包红包，另外一边还佫有麻糍 DIY、怀旧铜碗、折纸兔子等等。这是太极门台南道馆伫元宵节当天所举办的欢庆活动，现场由神奇家族欢乐送五宝舞蹈做开场，插入现场的气氛。台南市长黄伟哲、立法委员陈廷辉以及多位议员拢到场祝贺。其实我在过去当民意代表，在当下当行政首长，都看到我们太极门师兄的师姐的身影。好，不管在社会的各个角落，或是社会的各个领域，都有出人头地非常好的表现。尤其对于社会的责任，不仅是练功自我修持，也是这个对别人的一个善意。因为自己修持的好了，那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善意互动，那就自然变得更好，那自然变成一个善意的循环。我们除了是练功、练身、养生，我们刚刚看到我们的神器家族所有的 Energy Girl 跟 Energy Boy， 说真的都是非常有力量、有力道的，这就是我们太极门。所以我相信我们所有的民意代表也愿意做大家的后盾，也希望大家做我们的后盾，彼此让我们这个社会，在我们的掌门人，我们洪道士博士的这样的一个带领之下，能够有更多的未来与方向。因食新的一档，太极门也邀请企业家来演讲，分享因成功的故事。开赛！活动最后也邀请所有与会民代以及民众上台做开心的动作，并共同点灯，向请着今年会当万事顺利、平安顺心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